各位朋友，琴日咧有咁啱得咁巧咧，同一日咧係收到兩支9335 CH 同型號嘅樂器。雖然咧一支係瀝架，一支係 Silver Plate。呢兩支樂器有咩分別咧？咁我哋可以睇下瀝架呢支啦。物主咧係非常之愛惜嘅，一啲傷痕都冇。咁佢今次拎嚟咧，只係需要做年度保養啫。另一支咧，可能用得比較耐啦。咁但係咧，個問題就係損傷亦都比較多。佢嗰個 finger hook 咧，其實都攣咗嘅，撞攣咗。咁然之後咧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個 bell 咧撞過好多次啊，同埋有啲關鍵嘅位咧都係有損傷。個 bell 咧其實就攣咗添，輕輕彎咗向內，咁啊有一啲咧應該都比較難修理到嘅凹 bell bow 亦都有幾個凹。三管咧，其實曾經跌過落地咧，都係有凹嘅。為咗俾大家睇下一支用心打理嘅樂器，同埋一支咧係被粗暴對待嘅樂器，佢哋之間嘅表現會有啲咩分別咧？咁我就用呢兩支完全同款同型號嘅樂器咧，係吹俾大家聽下嘅。